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關心妍，請支持播道兒童之家義賣活動，幫助有需要嘅兒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andy 劉善婷，請支持播道兒童之家義賣慈善活動，為家舍舊大樓改善工程經費籌募。我係林淑敏，請支持義賣，為播道兒童之家嘅小朋友共建美好家園。播道兒童之家喺1956年成立，收容嚟自困苦以及破碎家庭嘅兒童以及青少年，提供住宿服務。而家位於黃大仙嘅家舍，建築物樓齡已經超過60年，部分石屎已經剝落，滲水嘅情況亦都越嚟越嚴重。加上上世紀嘅家舍設計以及間隔模式，已經唔能夠再應付今時今日嘅需要。現時入住嘅孩子人數超過80位，年齡由6至18歲。佢哋坎坷嘅童年背景，導致有唔少情緒同埋行為問題。現今社會已經進入 AI 嘅年代，播道兒童之家都要與時並進，希望透過改善家舍嘅環境，讓入住嘅孩子可以更安全、更安心咁喺呢度生活，喺呢度度過佢哋人生中嘅艱難時刻。請大家支持播道兒童之家2025年10月11至12號喺港島香格里拉酒店舉行嘅二手名牌慈善義賣活動，籌得嘅善款將會用嚟改善家舍嘅環境。我哋誠意邀請你一同參與，一起為有需要嘅孩子們共創更美好嘅明天。我係李安娜，我係鄭子誠，我係陳子瑩，我係 Eternity 嘅講員，我係 Jennifer， 我係徐偉賢，我係 Ada。請支持播道兒童之家二手名牌慈善義賣活動。